来看国内天气，中部的天气无稳定，南投的地区10天来落2摆冰角，南投六国乡伫昨晡暗5点外连续落差不多5分外钟，尤其用手机记录落冰角的画面。形容讲眼前这个情景，袂就是这个制冰机同款。伫河雅村同款嘛落10分钟的冰角，10天来落2摆冰角，这个情形真罕见。在地人嘛感觉不可思议。如果谈气象站提醒讲，这2天天气真无稳定，佫有可能会落冰角。 大雨落冰角，落伫咧马草厝顶，发出崎崎岖岖声音。很大颗哎！哇，那个冰块。 中一波中部地区的天气无稳定，南投六国乡会尾暗暝5点外开始落冰角，落5分钟左右。来省游客用手机记录冰角的画面，讲眼前这个情景，就亲像是搓冰机同款。 冰雹的大小大概有像珍珠一样大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啦，那地上堆积那么多，还以为是下雪这样。同款伫咧南投六国乡河雅村嘛，继续落10分钟的冰角，涂骹全拢是冰角，真罕咧看，民众佮用手来寻。 那今天、明天，台湾能受锋面影响，南投容易有较大雨势或瞬间大雨、雷击、强阵风的发生机会。 也不排除局部有冰雹的可能。冰角路环涂骹积几若片白细细白霜，未输是拄则有落过雪，这拢是冰角炖做血液。南投地区伫咧3月初4就捌落过冰角，3月13昨搁落1摆，10天内落2摆冰角。另外，谈气象站提醒，这几天的天气不稳定，南投嘛是有机会会搁再落雪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